有人問，上帝既然知道人有咗自由意志之後就會犯罪，咁點解仍然要俾我哋自由意志呢？喺回答呢個問題之前，我諗我哋先要認識下上帝係點樣嘅一個上帝。於基督徒而言，上帝嘅本質就係愛。佢創造呢個世界，又創造人類，讓人類置身其中，為嘅就係要人類分享佢嘅創造，分享佢嘅愛。所以喺創世紀第2章第16節裏邊，當上帝創造完人，將人安置喺伊甸園之後，佢就同人講啦：園中各樣樹上所出的，你可以隨意吃。上帝讓人隨自己嘅意志去到選擇可以過點樣嘅生活，但係後邊上帝繼續話：只是知善惡的樹所出的，你不可吃，因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。原來上帝唔單止俾人自由意志，上帝亦都俾人一啲嘅限制。如果人逾越咗呢啲嘅規矩，呢啲嘅限制，又或者人背棄咗上帝，離開咗上帝嘅心意嘅時候，我哋就稱之為犯罪。呢個嘅罪唔係上帝刻意設計嘅陷阱，讓人哋失腳招致死亡。人犯罪係因為人自己誤用咗上帝俾佢嘅自由，以致自己遠離上帝，招致滅亡。但同時，我哋亦要記得上帝嘅本質就係愛，因着佢嘅美善，俾人嘅旨意都係美好嘅，希望人可以按佢美好嘅心意而過豐盛嘅日子，並且應許佢要與我哋永遠同住。所以當人有自由意志之後，應該係去尋索認識呢一位嘅上帝，以致我哋明白佢美好嘅心意，並過一個合乎佢心意嘅日子，我哋自自然然就唔會再跌入罪當中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上帝俾人自由意志，唔係為咗試探我哋，讓我哋招致惡果，走向滅亡。上帝俾人自由意志，其實係一份美好嘅禮物，希望人能夠自主互動咁樣去尋找認識上帝，以致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建立同上帝嗰份獨特嘅關係，我哋嘅生命亦會因此而滿有上帝俾我哋嘅愛同恩典。阿門。